这几天，这天文大楼是互屏东东港东定里这个所在呢，已经连续淹水淹3天啊。今仔日这天也袂光，海水就搁规个安尼淹过来，上悬是淹到骹腿肚。车驶过拢是水手，民众出入拢爱打水行。这是屏东东港东经里的大路，海水已经倒流淹起来的第3天。对7月22，每天透早天也袂光，东经里就开始淹。24积水大约15公分左右，差不多到后骹肚悬。淹水一天悬过一天，当地居民参里长拢感觉足无奈。拢差不多安尼啊。我明仔日看我搬车鱼啊。好。我正常停呀，我规拢钓。安尼袂使驶啊，我都嘛袂使骑。这件是这个月的上严重的一件，因咧若因到一个关渡车驶过，水龙跌入去内底，甚至今仔个有因甲讲对厝内入去。里长讲，今仔日积水比昨搁较严重，东港电工所联合办公大楼头前的大路拢淹，上严重的准头路、参大兴路口，水拢有到后骹肚。虽然电工所抽水机透早就开落，不过抽水的速度嘛袂赴淹起来海水。中央气象署预估，刷落来2天，搁是8流的观点。25、26的时间点会较慢，到透早6点半至8点外较倒流。拄好是出门上班的时间，提醒民众驶车、骑车要注意安全。海水一上涨，那我们立刻启动抽海的作业，让淹水的时间与面积减少到最低，就是防堵抽海跟垫高，来系统性的解决东港沿海地区每逢大潮容易积淹的问题。屏东县府水利处水退了后，嘛有派人到现场了解。因表示，县府除了推动水洞早起来、抽水、甲路面铺悬的3种改善方法以外，嘛会向中央争取治水的经费。里长讲，希望县府会当提升改善的速度，让当地居民会使早日结束拄到大漏水就要淹水的噩梦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